當女士嘅下丘腦分泌促性腺激素釋放素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 GnRH， 接住隨血液去到皮膚，令皮膚嘅細胞分泌鋼鈣素基因相關肽 calcitonin gene-related peptide CGRP 會舒張皮膚血管，令身體內部例如皮嘅血注入皮膚，皮膚變紅及熱，皮膚潮紅了會漂亮吸引異性。如果佢嘅愛人因此心動而要求親密，繼而懷孕，便是遺傳 GnRH 會排卵，成功完成傳宗接代嘅計算。有啲女士食咗洋蔥會熱氣潮熱，正因為洋蔥素激起 GnRH。